来，这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指控着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到这个汉翔公司宣传政府公投的立场，违反着行政中立。这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到立法院接受质询，伊来解说讲，行政院伫公投的过程中是当事人，毋是第三者，所以无违反行政中立的问题。另外，今仔日举办的第二场的公投意见发表会，反来地这案，国民党是派出着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来应战。若公投白大选，由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对决着内政部长徐国勇。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公开宣传政府公投的立场后，国民党质疑违反行政中立，成为立法院质询的焦点。他就是所谓的防守的一方，或者所谓的反方啊。那这个角色伫公投法规定内底，都爱予伊有一寡活动的空间，无违反行政中立的问题。因为今麦就是讲，那个部长，你不一定要用那个闽南话回答啦，用国语也可以。好，我听得有一点难过哈。相关部会首长解说讲，政务官推动政策并无违法的问题。安尼违反行政中立法，人要甲告发，这个会不会产生寒蝉效应啊？你的看法怎么样？政务官呐，不该讲乱讲是失言呐，该讲不讲是失职啊。为着和民众更加了解公投，中选会伫今日举行第二场意见发表会，其中上个引起注意的是国民党伫反来地的案派出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应战。公投白大选派出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对决内政部长徐国勇。拍算日24出席第三场公投白大选意见发表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将派军里面写写讲，中选会日程表将因名拍唔跳去，骂中选会真有够烂。这几个人名尔就会出差错，面对抗议，中选会赔真正会病较严的。